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2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期先继续来关心，尼泊尔甲西藏的交界发生严重的水崩山，已经造成约400个人死亡，也有超过1400个人失踪。专家表示讲，这是冰川崩起造成的灾害，甲全球暖化有真大的牵连，而且伫咧水头山区也有出现崩山湖，随时拢有可能会崩花。尼泊尔诺瓦科特县的德里索里河是这个严重水灾土石流的重灾区，河的两边差不多拢被土砍掉了，大型的机区进驻去挖，搜救客也协助找出有可能要搁活的人。尼泊尔的幸存者回忆这大水感到土石规个平落来的声音，就亲像大爆炸同款。तो वहाँ से वो आया वो बम की तरह है ना आया फिर ये इतना छोटा सा ये क्या बोलता है इसको नदी फिर बड़ा होके इधर आया सब इधर अंदर 目前也有大量失联的国际游客，来自30多国。伫西藏地区有200多人，尼泊尔地区超过500个人，主要是来自印度、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南韩也有9个人失联，政府已经派出11个人组成的联合快速应变小组，去到尼泊尔展开救援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已经赶赴西藏吉隆口旱灾区指挥，目前包括印度、联合国、欧盟甲世界银行，拢已经承诺协助救援。美国也愿意提供尼泊尔一切必要的援助。Americans missing in Nepal. Oh, it's terrible. No, and we've called Nepal and we've offered any help that they need. 这届未输是末世的超级天灾，毋是单一的土石流，是对5000外公尺悬的关山冰河崩落开始，一个一个斗做伙才变出来的结果。冰甲甲水冲落来的时，产生连锁效应，甲河谷当中沉底的物件拢甲呛出来，互原底的冰河崩落，佮挂足侪土石甲土沙沿山谷直直拼落来，造成严重的灾情。So these very high impact, very high speed have caused the melting of the broken ice. And then also carried out the lots of sediments along the way. It doesn't take long for them to be going well over 100 kilometres per hour, sometimes 200 kilometres per hour. And anything in the way gets incorporated into it and shoved out the front, and they become very powerful. 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报告指出，过去30冬来，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已经失去约1/3的冰。当冰河快速扬起、体积缩小的时，就无够力通甲山壁经好调，所以才造成这届真罕咧看到的，而且毁灭性的灾难。专家警告，对着全球气候继续暖化，喜马拉雅山区这种山壁崩落、加冰河崩落、佮加崩山湖崩花的连锁型极端灾害发生的频率会愈来愈悬。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好，镜头换转来看咱国内这南部的天气无稳定，伫咧高雄高山的茶山大路甲田寮的高14线，拢有出现大范围的路面崩落，目前拢敢若开放单线的通行。因为伫咧大社的中准溪沟这宝华路嘛是有崩起，赶紧来封路，预防发生危险。对空中看落去，4颗连灯拢是过真远的大厦中准溪沟爆发，有一边已经切落地基流失，规个路边暗捌土崩了了，边仔左远的网线嘛都规排。民众讲，这条爆发路2、5月堪哩大水冲过，崩正100公尺长，深度超过1人悬。对了，农民顺横走失，真侪居民甲囡仔上下课嘛拢会惊遮。即摆路崩安尼，若无紧来处理，当时要出代志，实在恶暗算。这节嘛是有崩过，这是2-3年前崩过啊，搁顶做，所以这台规抓总做啦。你做一节一节的，这崩这节崩迄节，当时人若落落，生命安全要找上套啊。另外，高山的茶山大路嘛出现道路崩陷，大约50公分深，长度超过50公尺。目前道工处已经封路管制，敢若开放单线通行。居民讲，这段路3公前就开始崩，愈崩愈严重。即摆出入敢来当桥都摆，实在真无方便。他说必须紧急封山1个月，然后用好的话才开路给我们啊，造成我们也非常大的不便呐，因为我们山上里小孩、老人比较多，真的不方便。对，因为我礼拜6我要去台北，我有箱子很大，然后不能放在那个摩托车，所以我要怎么办？道路封闭期间，仅供民众以机车通行，其余车辆禁止通行。当地民众若有进出需求，市府民政局与区公所会协助接驳。高雄天气无稳定，真侪道路拢传出灾情，包括嘉善的第2365公里，2个崩山才拄手通，27又搁崩。
公路局早起派怪手来挖挖道的时阵已经开放通行。另外，田寮的54.5公里道路慢于边坡出来，道路帮限超过20公尺长。都讲初26紧急封路，剩一线通行，因为提补中央灾害抢修工程，伊讲年底进前会完成修复，加强边坡的挡土墙。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永昌报道。因为伫咧台南市的这大东门城，因为落大雨，部分出现放弃的情形，好在再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即阵工程人员也已经去甲固定，文化局是有咧监测，也规划修好时阵会甲极端气候因素考虑入去。另外嘛，文书工作者是建议讲，会当趁即个时阵、即个机会来经营地下艺文空间。一包一包乌色的太空包贴在城楼边啊，这是台南市国定古迹大东门城北边壁岛。二是透早有部分建筑向放弃，就惊城楼会继续放。工人即摆冷雨棚，赶紧放太空包，进行临时性的防护。目前敢会当成医师现况，爱等较好天才通全面处理。因为雨水渗入墙体，造成我们腹部的土壤产生松软，所以强大的水压力跟土压力的一个压迫之下，让挡土墙没有办法承受土壤的一个崩解。百年古迹哪会雄安尼生？文资局前几工和专家来勘查，讲这壁岛由无共材料贴做伙做的，早期修复虽然保留原材料复旧的原则，不过这庄仔角的棚真高涉水，加上连续的大水雨，造成内面的水土压力增加，也站袂牢。其实大东门在1955年嘛捌因为风雨放弃，到尾1975年中建，正做即阵的景观，嘛有文书工作者有建议会当改替。地下做地下空间。做艺文空间，做地下通道，和边仔农粮署合作，迄个市民会当透过这个通道入去到东门城迄个公园内底，免受交通车辆的影响。而且迄个所在嘛，当做介绍台南市的社会发展，介绍台南市东区这糖发展的故事。即摆极端气候常在咧发生，古迹要安怎防灾，嘛是真大考验。文化局已经委托土木技术工会，逐工针对外串甲刷围做监测，未来的修复工程，因除了会照灾后调查甲文资法的规定来补强，因讲嘛会甲极端气候因素考虑入去，好好提升古迹的防护。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屏东嘛是受到大雨的损伤，有几内乡镇积水。屏东县府是启动灾后的补助，包含徛街营业场所若准淹水有淹超过50公分悬的，中央甲地方也阁有电器的补助，上济是会当领到45000块。有传长是提醒民众讲，得爱甲这淹水的影像保留好好势，若准收到公文，就会当赶紧来申请。经过几6天，村民总算是会当骑车出门。前几天连续的大水雨，造成屏东新园港西水淹超过口肚，较低所在甚至要到腰部。积水严重的东港东新里、内关地里，含嘉东的文峰村，经过2天的摒扫，整理到一段落。为了协助居民恢复厝内，屏东县政府启动灾后的补助，除了徛家厝，若有电器车辆泡着水的，拢会当申请补助，时间到9月底。安尼比这个较悬，那内面有淹水入去的爱翕相开。要，有准备，我看会当签的，公所啦，有叫人报送啦，我看有人去签无啦。屏东县政府针对灾情，徛街营业场所淹水超过50公分，中央提供2万慰问金，县府佮补助15000，若有家电浸到水歹去，符合30公分以上的条件，政府针对电器慰问佮补1万，也就是讲上悬会当补助45000。另外淹水无到50公分的，县府提供1万块。那如果是50公分以下有淹水事实，那县府会专案补助1万元，县府会全面的来协助民众、受灾民众复原家园。县府提醒水灾补助的期限到9月30，民众申请要注意时间。过来村里长拢有放送给居民，要甲前2天啊淹水的影像保留好，等公文一日来就会当提出申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伫咧湘北、宜兰也有花东、金门地区是好天小热，拢有发布高温的资讯，这气温是超过36度。因啊，伫咧中南部地区马祖平湖，今仔日又搁开始落阵雨，甚至有可能会落大雨。也因为当着大楼伫咧嘉义以南、甲马祖的沿海，都要注意有可能会较到积水甲淹水。
另外，这风台沙丁尼目前是已经减弱做轻度的风台，外围环流也对中南部地区带来大雨。气象署预告上紧伫咧今仔下晡就会解除海上警报。咱马上回来看上新的记者会说明。这个台风预计在今天白天会逐渐的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要提醒当地的民众朋友要特别留意台风的消息。另外，随着西南风的影响，目前在嘉义以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豪大雨，预计降雨在今天上半天还会持续。台风中心已经非常接近华中的沿岸，预计稍后就有可能会从中国的浙江省登陆。而台风的暴风半径呢，目前是150公里哦，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今天白天它会逐渐的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不过，当然随着台风登陆到中国大陆之后，暴风圈呢持续的缩小，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气象署呢会视台风减弱的状况以及移动的状况来判定今天下午到傍晚有没有可能会解除台风警报的情形。今仔日的报纸写什么？咱先来看联合报。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到花莲、甲台中甲花莲的航线。民航局同意华信航空伫咧定位状况无好的时阵，会当适当来减少航班。再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健康署宣布气管炎啊补助3点钟的方案，搁再追加。9月初开始会提悬第2届甲第3届疗程的补助金额，大概上济加5万。落尾是中国时报。检警有查出犯罪集团伫咧网络假做是查某人咧甲人开讲，怪查甫人烫光光了后，就投入来转卖，估计有上千个查甫人受害，其中有170个是未成年。国际消息来看，美国司法部甲 FBI 联邦调查局有公布查扣2个中国海客平台。讲即个平台拢是有中国政府的支援，对2018年开始就去攻击美国甲全球的政府机构，也包含这太空总署 NASA、联准会 FED， 甚至是参议院拢有。查美国司法部的官网会当看到当地日前公布的文件内面有查扣2个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客组织的消息，一大堆文字写明这海客平台用用来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FBI announced court-authorized domain seizures today to deny malicious cyber actors access to 2 complementary hacking platforms known as QScan and QT-Router, used to target U.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sensitive networks. 公告指出，讲这2个海客平台是一个号名做 QTFY 的海客组织创立的。这个海客组织是中国的南京新古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请的，客户是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至少对2018年开始，就针对美国和全球民间政府机构做目标，对因进行网络攻击，包括 NASA、美国太空总署、FED、美国联准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参议院。美国和南韩的4间企业拢是受到入侵活动的目标。海客组织创建的 QScan 和 QT-Router 平台，佫会互相配合。其中 QScan 佫会去扫全球的智慧装置，亲像健身对踪器、心率监测器等等，用病毒感染者的装置了后，装置就会自动连起另外一个平台 QT-Router。另外 QT-Router 佫会当暗砍对中国来的信号，假作是其他的国家发出来的。对这，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讲，会制止而且起诉这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海客组织，尽全力来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而且用一切手段拢会履行这个承诺。这摆的行动是为了要打击中国支持的无差别海客活动，展开的系列行动内面上新的措施。面对美国的声明，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讲，中国反对嘛打击所有的形式的网络攻击，要求美国停止利用网络安全的问题来抹黑中国。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欧洲国家波斯尼亚一个前军事指挥官穆拉德基，因为主导1995年的大屠杀，至少杀害8000个穆斯林，即马是去互判刑无期徒刑，传出因为破病过身，才甲84岁。联合国的秘书长嘛是发表声明，呼吁证人都爱记住这段历史。互外界号做是波斯尼亚都府的前塞尔维亚的军事指挥官穆拉迪奇，8月27日在荷兰海峡的联合国拘留所过身，食到84岁。伊伫1992年到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带军队进行种族清洗，而且伫斯雷布雷尼察下令屠杀上无8000个穆斯林，是二战以后欧洲上界粗残的行动。
穆拉迪奇伫战后逃亡15天，一直到2011年才伫塞尔维亚互人抓到。国际法庭伫2017年照种族灭绝等罪名判伊无期徒刑。迄当阵伊伫法庭毋但拢无参会，甚至还佫失控黑白眼。Mr. Mladic, sit. Mr. Mladic, sit. Mr. Mladic, if you continue like this, we. 穆拉迪奇对2011年互人抓到了后，就一直关伫联合国拘留所，而且伫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受审。针对穆拉迪奇过身的消息，波赫甲塞尔维亚民众反应无共款。Da vam kažem, ne radujem se što je umro. Voljela bih da je još dugo poživio, pa da vidi kako je. Velika žalost, velika tuga. Po meni, on je bio oficir JNA, štitio je Ustav tadašnje SFRJ. 针对穆拉迪奇病死，联合国强调甲受害者家属徛做伙，呼吁各国领导人停止否认种族灭绝的严重性，而且讲政治才是这个地区实现和平甲和解唯一的路。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讲评译。出名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传出伫咧10岁，因为器官衰竭来过往，才甲97岁。草间弥生自细汉就有出现幻觉，不过伊煞是将伊看到的一寡圆点、网仔图形变做是伊的创作特色。就算长期以来拢住伫咧精神病院，也是继续伫咧创作。洪叫做是假死行的艺术大师，以原版圆点含镜面的装置，互伊真有名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14伫东京一间病院，因为多种器官衰竭过身，享基寿97岁。伊一世人拢甲别人眼内的密孔元素，转化做是水饺，佮特别的艺术语言，圆点、网形的图、金龟，含看起来毋知影倒位是上尾的无限镜厝，即摆已经变做全球拢真熟悉的视觉符号。草间弥生是1929年伫日本中野县的熊本出世，自细汉就受到家庭冲突的困扰，差不多10岁开始看到一寡假影，眼前常常出现一大堆圆点、网仔形的图含闪光。伊并无假无这的经验，颠倒是甲画笔摕起来，甲假影拢画落来。28岁的时阵，伊去纽约发展，毋但是画图，阁做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而且投入反战活动。伫男性主导的艺团内面，行出家己的路，马洪认为影响包括安迪沃荷在内的同时代的艺术家。不过开始变有名了后，伊的精神健康嘛开始出问题。草间弥生伫1973年的时阵返去日本，1977年的时阵自愿去住精神病院。受落来几十天，伊逐工拢是专车接送去附近的画室创作。就算是年岁较大的时阵，医生认讲家己嘛是持续看到圆点出现伫衫、涂骹，甚至是天棚伫飞，而且伊佫把这假影转化做作品。草间弥生的创作嘛，持续去受到全球的注意。今年3月中到8月初2，伫德国的科隆罗德维希博物馆办的展览，展出超过300件作品，成要47万人来参观。创关注的记录，比我进前甚至有几千人排队到半暝2点，都是为了要看。Kusama is such a special artistic perspective. The exhibition is at the same time entertaining and touching, and that's very rare.It's very entertaining and very touching. 对使人不安的一大堆的圆点，到充满奇幻感的镜面的空间。草间弥生美术馆的声明表示讲，一直到生命的上尾一个时刻，草间弥生拢无停止创作。即马大师过身，但是伊留落来无限宇宙，赶快会伫世界各地持续延伸。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立法院昨是加开院会，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甲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这经费是以年度编列预算6年一期，当年编400亿，拢总是2400亿为原则。若总有必要，就会阁增加。因那行政院长倒英泰是有去到立法院来质疑，外界嘛咧关注敢会附属相关的法案。倒英泰是强调讲，会考虑到国家的需求甲国家的安全。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制定通过。在休会进前，立法院会议其实处理无人机条例，在野党是凭人数的优势。经过表决是通过国民党团的版本，三读的条文是明定需要的经费，以年度预算来编列，以6年做一期，当年编400亿，拢做2400亿做原则，必要的时阵会当增编。我们要支持能够做到非红供应链，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资安以及稳定发展的优良厂商，才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国家队。我们觉得要设置产
产业发展的战略的特别的委员会，不管你是军用、商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发展，避免各个部会多头马车。如果这些内部的委员，他如果具备的是有身份对于国家不够忠诚的人，那这些人来帮我们的整个行政院来做决定。条文明定调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不过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是国防部来主管，而且纳入正义版要求的滨海舰型无人机等3款的无人载具。另外嘛，规范经济部会同相关机关，到4年提出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纲领，而且每2年要检讨修正。行政院设置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委员会，每半年至少开一摆会，审议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纲领等等。院长满意这个版本吗？行政院长杜永泰说落来去立法院来底，不过因为不是通过行政院的版本，外界关注敢会附属相关法案。我也很乐于看到，国会里面都能够有充分的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我们会在国家的需求、国家安全这个方面来慎重的考量。杜永泰表态会因为国家需求和安全来做考虑，说落来需要做整理，再和经济部、国防部等等做更较侪沟通。马化为讲，希望会当试建立行政院和立法院2院之间，在宪政秩序之下平衡和稳定。记者综合报道。AI 晶片大厂辉达公布财报，预估明年的营收会增加70%，这就带动昨台股盘中冲起的46000点，落尾是收伫咧45975点，有略略啊去142点。那今仔日开盘是搁起到46070点。专家就认为讲，这台股起起落落的情形，可能就要等到9月美国联准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了后，才较稳定。美国4大指数收盘有起有落，不过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公布的财报甲预估，确实互市场目睭拢紧起来。毋但财报超过按算的，辉达财务长却随时预估，明年的营收会增加70%。不过拜四亚股走势有起有落，韩股收盘起104点，收伫6912点；日股落130点，66000点只有5条。台股收盘落破46000点，收伫45975点。起142点。昨天 NVIDIA 的一个财报跟展望来讲，其实是不错了。那虽然说毛利率来讲的话，会受到记忆体跟零组件涨价影响，会有一些压力咯。不过整体来看，其实还是正向偏多。专家分析，拜四类股的表现，半导体业的大公司宽达股台积电由红翻黑，收伫2410块，落5块。AI 供应链的大立光开盘无偌久就随起定，定伫6915块，起625块。其他传统产业甲航运类股表现是相对较弱势，不过最近台股的成交量持续减少，加权指数来回有限，当时才会当结束盘整的局势。FED 采取口头鹰派的一个言论，但是实际升息的一个动作应该是不会发生。如果再进一步升息的话，美债殖利率会更往上攀升。那这样的话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个反而又会制造出另外一个更烫手的山芋。从7月份以来，台股无啥咧大起落，不过顶半年台股是起一个真惊人，嘛互金矿业伫证券有获利，大大成长410%。不过未来要是要继续关注市场环境的变化。美国联准会适度按兵不动，利率维持在 3.5% 至 3.75% 期间，为不排除年底前升息的可能。金矿业表示，利用 AI、半导体甲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趋势。会强化企业金融、甲行业业务的布局，协助台商伫海外设点、甲全球资金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全球轰炸联盟甲 Husco 是有针对亚洲各国来进行诈骗的研究调查，发现诈骗若是对传统的电话专向所谓的管道，佫会透过 AI 来转换语言、情境等等，互人是愈歹分辨真假。另外，分析也指出讲，咱国内拐人去买点数或者是拐现金的诈骗案比例，嘛比亚洲其他的国家佫较侪。个人就给他封锁了，不要再跟他联系，他不会给你2000万美金，怎么可能有人会平白无故给你2000万美金？
警察人心提醒，就是惊民众去用拐钱。为民上这个查甫人来到台湾银行敦化分行，一直看手机啊，行员感觉怪怪，联络警察到场了解状况，结果发现伊接到诈骗集团着大奖的信息，佮照诈骗集团指示来银行办信用卡，佮准备买几万块的点数卡。我询问他关怀他是否是诈骗，结果他就主动跟我们讲说他是要申办信用卡，但是没有什么原因申办信用卡。然后后面他又提及到说要买游戏点数8.5万，我们就惊觉他是诈骗，就请他跟他告知说这个可能是诈骗的情况。他最后知悉完之后就没有后续的申办的动作跟购买游戏点数的情况。加在伫警方提醒下，这个查甫停止甲诈骗集团的对话，嘛无购买对方要求的点数卡。事实上，根据全球防诈联盟、加萨、加福斯科第2日共同发布的2016亚洲诈骗调查报告显示，国内诈骗案件支付工具虽然也是以汇款上济，不过排名第2的点数卡甲第3的现金，比亚洲其他国家有较悬。礼物卡它序号的转手还有变现的速度很快，那又不像现在银行的账户有金流记录可以追踪，现金的这个占比也逐步提升哦，是因为我们现在银行端做得很好，尤其这个金流的追踪啊，然后包含临柜的这种关怀。调查嘛观察到，不法人士会透过 AI 转成无共语言甲情景的简讯，社群内容等手法，提升无名诈骗的真实感。另外，还有关大65%的诈骗发生伫有私信功能的平台，显示诈骗当地由传统电话快速转向所有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网络有人播影片，翕到讲，一个连锁素食店，苏西路有一个员工是白日去回收盘的所送带，这个引起网友来批评，质疑食安的问题。除了业者有发声明来回实的，强调这不是送餐的所送带，已经有来进行消毒。台北市卫生局嘛有去到现场来稽查，发现到一寡卫生的欠点，已经要求限期改善。国民党70人客入进的输送带一直向前走，过程内底传出嘻嘻哈哈笑声。看到镜头10人个双手比耶，一直到输送带上尾，因为上过的爱科技态同事后来才离开。这段影片上传到个人社群限时动态了后，画面被转传到网络，引起网友强烈质疑，这种行为不可取，甚至质疑食品安全。他在里面玩，然后也会有一些危险性的状况产生。如果是送食物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就是会担心食安问题。影片一直在网络滚架，业者回息的声明回应员工在关店清洁作业期间禁止餐盘回收人拍影片，餐盘回收人甲供应餐点专用人是无共款的作业系统，无直接接触，已经针对相关设备进行清洁消毒甲卫生确认。台北市卫生局去检查了，发现食品作业场所有冰箱实在无合理，涂骹无清气等卫生问题，已经要求限期改善。机器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依违反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过去受测人家1个星期，多了有2013年日本学生自公共投票干扰事件，2024年在台湾也发生人客将槟榔通无放伫投票池啊，2025年甚至有囡仔用箸阻挡回转台顶的事实，即马佫发生员工拍伫餐盘回收链的事件。如果说你在餐盘回收链那边玩，就担心说污染到那个环境。然后会让我们的餐盘回收，因为那个可能更多容易有一些微生物，所以说最后你有经过清洗，也担心说这样还是可能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为避免食物中毒风险，专家呼吁这种海况式送餐的业者，要加强对员工甲人客机动，提悬食安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宜山乡公所的清洁队在粪扫车超速的统计，去年1月到9月拢是第一座。环保局回应讲，这超速大多数是粪扫车要回来时阵，可能因为山区路途较遥远，驾驶赶要下班是有关联的。已经有要求公所要加强职业安全的教育训练。粪扫车开伤紧，直接弄起哩电火条，佮变入去残忍。为着避免类似意外定发生，宜兰县环保局有伫下来清洁队的粪扫车装设对撞设备，将压行车的状况。急着想要下班，所以回程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拉快一点。环保局对行车记录会当看到粪扫车是毋是有超速，也是黑白动车顶数据，嘛会互行车评分。
根据审计室的调查，县内盐山乡本色车超速甲高别动车顶危险驾驶行为排伫9月份的前2名。伫个超速方面，去年1月到9月第1名的拢是盐山包办，除了2月份92届，其他8个月拢超过100摆。因为老人家居多，可能又比较慢，行动比较慢。对，然后可能他们为了追赶垃圾车，然后就会比较容易。刚刚讲因开伤紧无？无啦，无开伤紧。民众对本所车的速度感受是无同，有的人烦恼，若是车速伤紧，会互民众到本所的时阵较危险，安尼实在唔好。盐山乡清洁队是表示，会积极改善，甲行车的状况纳入去驾驶年底的考核，再去甲因处罚。会针对于整个清洁队员的驾驶，他的行车的速限部分做积极的改善。那我们有发现，如果他们有那个比较异常部分，我们除了发文给各公所，请他们加强队员的一个车辆行驶安全的管理。宜兰县环保局表示，已经函请盐山乡公所，甲本所车超速甲危险驾驶的情形加强管理，落实驾驶的教育训练，佮找专业的讲师，招各公所的清洁队驾驶来上课，落实行车的安全概念。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手机的叫车平台 App 号做173叫价停车，不过是连续标出有司机来性侵人客，也佮有袂少消费的纠纷。而且这平台嘛毋捌向主管机关来申请过，交通部是已经要求爱甲这个平台落价。搭计程车也可以享受7折优待耶！这条拍者注重做回省钱的173叫客用车 App 平台优惠真济，司机也袂好抽25%，乘客甲司机拢真恶乐，使用者是直直增加。计程车司机推荐的，他就说这个轿车比较快，然后就是会稍微比较便宜一点，抽成不会比较多。就是听朋友讲，听到什么叙述？就说有可以叫车的，然后可以打折，就这样。不过去年新北市三重埔一位女性透过平台叫车，伊指控互稳食性侵，向客服反映，煞互因讲无权力处理。了后伊报案，反映审理了后判这4年的司机8年的刑期。随后，新北市交通局也渐渐接到用这个平台叫车发生疑似威胁乘客，也是其他的消费争议事件。今年年中已经发文要求各车队约束会员司机，唔通跟这个平台合作，不可以在车内的或是车外张贴或刊登相关的广告。如果有这样情形，我们也会依公路法来做相关的查处。有掌握到说，因为它这个平台它是属于境外的平台。那我们要去做相关的开发，相对也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才会函给中央说，请中央协助。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查到173叫客用车平台，并无符核准经营客用车客运服务业。双方也拢伫6月就发文予交通部、经济部等等的相关单位。交通部证实已经请经济部就违反公司法的部分交予检调机关调查，也发文予 App 的系统商要求把 App 退落来，不过27以外使下载。8月14号的时候已经有发文请系统商那边协助下架，外商可能会有一些审核程序。交通部回应叫车的平台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所以协助发函予系统商，也发公文予地方政府，提醒对非法的平台上悬会当依法罚2500万。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民间乡的反焚化炉自救会伫咧焚化厂的预定地有安装红外线的自动相机。这自救会就公布伫7月到8月拢有翕到石虎出现的身影，要求县府是爱停止开发。因那环保局说是讲，目前是无法度确认这影像敢是真实的，后续会以正式的数据生态调查结果为准。企业工作组保护长山农民。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甲台湾石虎保育协会、中华环保联盟等团体，日7早起搁伫南投县本所焚化炉有定地抗议，因为因最近1年已经伫周围记录到保育类野生动物石虎的影像。今年7月中伫有定地设红外线自动相机了后，7月底甲8月中都2摆翕到石虎，证实这就是石虎重要的生态地。这只石虎就是这一边的独眼石虎，它应该是会穿过道路过来这边，所以我们很担心它将来如果焚化炉盖下去会被路杀，甚至会把它的栖地破碎化。民间人反对，国内所有的爱茶的这些爱好者，大家都反对把焚化炉盖在一个这么重要的石虎的栖地，这么重要的一个
这个龙特区。主委会认为，野生动物保育法有不得骚扰野生动物等规定，官府应该正视就好宪章所代表的法律责任，要求马上停止相关开发。按过南投县环保局回应，无法度确认信息的正确性，以用建设生态调查为准。没有办法依照这个片面的资讯来做停工的工作。好，那我们也依照环评承诺的部分，我们就开始会执行地质钻探，还有地下水监测以及后续生态的调查。那我们会依照正式生态调查的结果来进行后续的工作。环保局表示，目前有定地进行地质调查、地下水检测，完成地质侦探了后，搁进行数据生态调查。那调查开始发现就好，会采取回避、缩小、减轻甲补偿等方式，降低焚化厂开发对就好造成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推动无粉城市，毋过进前伫咧公馆上款煞是有采这金属的这个铁栏杆，总当作是食薰区，就引起大家咧质疑到底有啥物效果。当着随强拆掉了后，议员就质疑讲，你开钱做这个物件，也阁爱开钱来拆。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讲，推动无粉城市的过程，若是有做了无好势所在，因拢会随改善。工作人员无用甲食薰区的栅栏拆掉，台北市公馆上款采金属的栅栏食薰区引起讨论。2日下晡已经拆掉。台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27早起去视察树梨式的食薰区、甲负压式的食薰区，嘛关心相关的建地甲拆除的费用。整个设置像这样的绿荫的设置多少钱？我们这一组绿篱是这样子一组大概20万。栅栏式的，昨天拆掉的栅栏式呢？栅栏式的，经过了解，他们的设置经费好像14万多，这是非常的贵。那说拆就拆，你们要做，要不要就一次到位？就算是绿篱，再密的罗汉松，都还是有烟味会飘出来啊。根据了解，台北市拢总有7个栅栏式的食薰区，拢已经拆掉啊。面对外界质疑讲，栅栏式的食薰区起煞了后，搁开钱拆掉。卫生局讲，栅栏式的拢是区公所采的，市府考虑民众的观感，才会决定拆掉。无烟城市我们推出这样政策，也得到许多市民的支持跟肯定。当然，推动的过程如果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台北市卫生局指出，目前指定的食薰区有封闭式甲非封闭式，拢总有267笪。包括负压式的食薰区12笪，实际探问有咧食薰的民众，因认为讲，若甲负压式的来比，树梨式食薰区这种空气较流通的半开放式比较会较好。不过无食薰的民众是认为讲，非封闭式的食薰区并无实际会当阻挡分泌的效果。负压式的就是它二手烟味很重，对，就是我觉得相对流通比较好，对啊，对，但是可能对不抽烟的人来说比较不友善。很好笑。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完全没有做。因为只要是在人多的地方设这个，都完全没这个效果。所谓的亚太跟各国的一个交流，那确实这个绿篱式是很少见。那另外呢，栅栏式，确实我本人也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林清丽补充讲，若伫室外公共场所采封闭式的食薰室，除了会互食薰的人增加2手薰甚至3手薰的危害，恐惊嘛会对摒扫的人员因的健康有败害。世界卫生组织提醒，推动无食薰的环境，爱未来才向外，先有法度室内全面禁止食薰，了后才搁推动室外定点食薰。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规划10月要推出健康白措施，满18岁民众拢会使来参加。第一阶段包含做癌症的体检、做疫苗等等。若准去做健康检查，就会当摕到800点，满1000点就会当摕来换健康商品或者是服务。总统赖清德嘛强调讲，鼓励民众去做健康管理，或者健康的政策对疾病治疗专项预防。专心运动，边仔阁有教练指导动作。这个30多岁王先生会开始培养运动的惯势，就是希望会当保持健康。体能，然后肌肉量开始有点越来越差，对，然后所以就想说想要透过运动的方式，然后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心肺跟肌肉的那个强度。部分年岁有愈来愈多人希望透过运动强化身体的机能，降低疾病风险。总统赖清德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卫福部10月份会推出健康币，希望在日常的生活有健康的行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
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根据卫福部的规划，参加的对象爱满18岁，亲像完成健康检查，会当摕到800块的健康费、B 型、C 型肝炎的体检、公费癌症体检、做流感疫苗或者是新冠疫苗等等，拢会当摕到无共数量的健康费。会当换物件的条件，上少是1000块的健康费。初期会当去超商换健康概念的食品，甚至买甲寿险的业者来合作，串联外溢保单、甲健康促进服务等等。如果说有健康币的话，可以鼓励很多中高龄的大哥大姐一起走出来啊。我觉得检查吧，疫苗我觉得还是看个人意愿吧。我觉得可能对有一点年纪的人来说有动力。卫福部强调讲，未来嘛会规划结合各地分署的装置，或者是用 App 来记录行路行几步，而且嘛会甲对外的范围扩大到医疗、运动场馆等等，希望透过有健康的行动，都有健康币的方式，互民众有健康生活的惯势，要向增加咱国民众健康的身体、降低癌症、甲3个标准化死亡率的目标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剧团是推出台语的舞台剧《合作咱斗》，以失智症甲长照议题做主题，希望甲观众做伙来探讨失智甲长照家庭的困境，而且佫有准备阿公甲阿嬷2种无共性别的版本。有一天反省，我连我家己是啥，我拢唔知影。甲失智症的状况，比如做一个破空的水桶，记忆对时间一滴一滴流逝。这是第4人称表演型的舞台剧《咱斗》。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剧团观察到失智症有愈来愈侪的趋势，佮加上长照有真侪困境，互因想要做这出戏来重新思考失智症家庭的困境佮中间。台词写了足好的，我感觉吼，甲咱遮老人失智的状况足大嘛的，有当时安尼凊彩念念的吼，你家母皮啊目屎都会流落来。咱斗的背景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厝内有着失智症的时段，爸母的婚姻出问题，囡仔因为孤单自我伤害，一家伙仔虽然相爱，却也互相伤害。去年演出敢若有阿公的版本，今年佫另外推出阿嬷的版本，希望招观众用无共性别的角度去思考家庭的关系。阮家己的妈妈嘛是有失智，所以我伫这出阿嬷的版本的故事内底就看到。阮一个为少年一直为了家庭付出打拼，忍耐一世人的查某人，到老的时阵，伊失智啊。剧团也讲，这出戏是用全台语演出，特别有请台语顾问来协助剧本的翻译，甲指导演员的发音。有真侪演员是袂晓讲台语，就是硬调，当然结果无可能大家满意啦，吼。毋过我就是讲，这就是咱推动台语的决心啦。咱斗这出戏，对8月29开始着小弟台北、彰化甲桃园拢有演出。剧团希望把这出戏献予每一个捌伫家庭关系当中受过伤、渴望得到理解的人，也期待透过台语演出，让少年观众了解时代的心声。记者季玉琪、林票凯台北报道。有外国媒体指出，同款是出名的柑仔汽水，伫印度版本的糖分竟然是伦敦版本的3倍，而且嘛有掺搁较侪人工色素。若是汽水、巧克力豆甲泡面嘛有这款无共标准的情形，这是引发印度消费者甲工业专家质疑。番亚当咧甲烧滚滚的美极泡面卡落盘底，店头的冰箱嘛放真侪五花杂色的汽水。这全球拢看会到的牌子，包装看着真熟悉，不过内底配方煞是差真侪。The promise of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s to deliver the same product, the same quality across the world, right? Otherwise, that's not, that doesn't hold good. So obviously, that is definitely worrisome, notwithstanding the ingredients itself. 我也是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有一个7岁查某囝，伊讲消费者有权利期待甲全球同款原料的品质，不过为泡面甲汽水等等这饮料，煞是拢有争差。Indian Fanta is bright orange, whereas the European Fanta is not bright orange; it's natural orange juice color. So out here they use an artificial orange color. As a result, it is bright orange. 数据显示，印度版的芬达每300毫升内底糖就有10糖匙啊，
欧洲版的干那4糖匙啊，印度标准版的 KitKat 内底可可爱成分干那4.5%，不过澳洲版的有到22%。印度咧卖美国泡面，全部拢是用棕油，不过英国真侪版本是改用较贵的日头花油。为汽水、四手啊到泡面，这加工的食品到印度，哪像拢变搁较甜、搁较重口味，甚至为红仔咧食的食品，就开始培养囡仔爱食甜。Right from breast milk substitutes to weaning foods, the sugar is introduced at a very high level so that the infant and the growing child become addicted to high sugar content. And as they grow and start consuming also these 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 在食品业者的游说之下，印度监管机关放弃彩色的营养警示，改用黑白的营养表。目前这个争议已经进入最高法院，有权威性的医学期刊《刺告》推告。到2050年，印度可能会有4亿5千万人体重伤重或者是大哭，而且消费者的反弹嘛开始影响市场。亲像 Nestle 就宣布在印度推出无糖的红眼副食品，民众希望这大公司的产品会当卖阁遐甜啊。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欧洲青虾入侵美国的新英格兰水域超过200吨，这几吨个因为这海水升温，大量生态威胁到本土的物种。当地渔民甲都市西就将这款青虾掠来做料理，希望会当倒减轻生态压力。渔民将石手尤其虾笼啊内底刻满欧洲绿虾，也就是金马。早伫19世纪初，印度美籍美船只地层水为欧洲偷渡到美国。Green crabs are a horribly invasive species that have been here for 200 years now. They eat up all the commercially valuable shellfish like oysters, clams, and mussels. They erode eelgrass beds and marsh bankings. 病情患快速短化，尽管冬天减少，却无法度压制因的生态。面对这阵适应力强人的不速之客，学者表示，因亲像头一步共款，生态真紧。Low salinity, high salinity, high temperature, low temperatures, they can survive in all of those situations. And they don't even need to be in water necessarily for a week at a time, and they're still alive. 每一只母虾一年生28万粒，惊人的生产力无法度用传统的方式来掠，既然赶袂走，规气都出动志工来掠。各由都知西发挥创意，将因肉粉各放入油鼎煎，入至墨鱼汁挂包。It's like so light and crispy. 看准印度贝壳沿规只只相机，虽然人工台算废工产期也低，毋过继续5年高强度的方式来掠，当地生态已经出现变化。The crabs are a lot smaller now than they were when we started. Places where we never saw a lobster or a native rock crab, we're coming up. Our traps are coming up loaded with lobsters and rock crab. 当然，这即马无法度单靠几道菜就食甲袂全，毋过原来政府市场也都有坚持的动力。大家加食一喙不得卡，就用体完成不种，加留一寡生存的空间。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因为伫咧意大利附近的海域，是因为有大量的金马入侵，科学家想要维持这海洋生态平衡，就引进塔可去食这上过大阵的金马，和海洋的生态会当恢复平衡。目前已经野放8万多只塔可。塔可将手准在甲毛蟹掠拖入去的手内面，意大利东北海域出产大壳的海产。这几年海水温度上升，外来种的这种蓝毛蟹也入侵。这种毛蟹会当大到1公斤重，正厚正鱼。当地渔业团体讲，在过去几年已经造成至少74.4亿台币损失。所以当地政府去年开始推出一项计划，找这种毛蟹天敌塔可来到上港控制毛蟹数量。这间培育场内面真侪受来受去的污点，就是要放入去大海塔可仔。Abbiamo scelto il polpo perché il polpo in natura è un fortissimo predatore di crostacei in senso ampio, tra cui, grazie alle prove fatte da noi all'università, abbiamo dimostrato che è capace di predare anche il granchio blu. 这项计划也是伫打造涉人工收，和这寡细只塔可伫海内面顺利大只。渔民讲，塔可唔但是当协助控制毛蟹数量，伊家己的数量若多也会使抓。所以对这项计划真赞成。Il reperimento delle seppie negli anni è calato perché non si prendono più le seppie come si prendevano una volta
Il polpo molto probabilmente, cioè, con questa manovra va a sostituire un po' questa mancanza delle seppie e anche diciamo per la produttività del mare in sé, cioè della pesca, secondo me è un bene. 自今年6月开始，科学家已经野放差不多8万只塔壳的鱼仔，希望一旦互数量赶紧增加，发挥控制生态作用。因过有其他专家认为，塔壳甲毛蟹生活科学无相同，用塔壳来控制毛蟹的效果可能不如有期。因过这项计划工作人员讲，野放塔壳是官方第一遍试要用生物的方式控制外来种，游玩真有意义。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在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1度。东部地区26度至34度，高岛地区26度至35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